說啊。估下啲金器值幾多錢？咁呢隻錶呢？佢哋比你想象中值更加多。Gold Station 黃金站，全北美最大華人收金專門店。除咗高價回收 K 金、足金、白金、銀同鑽石之外，仲新設名錶回收，各類名錶例如勞力士、卡地亞、柏德菲列。我哋提供專業估價服務，包你攞到最好價錢。Gold Station 黃金站位於太古廣場 D52號鋪，電話905-477-1888，攞你啲金同錶嚟黃金站啦！年廿八洗完邋遢，仲有啲咩做呢？多咯，揀年糕、揀年花，教你做盤菜，教你做賀年菜式，仲要講解埋12生肖運程，仲有啊！咁多嘢點做得晒啊？唔係叫你做，而係邀請你一齊睇內容豐富到講都講唔晒嘅開運天趣慶馬年啊！咁到時見啦！2月15號星期日晚上9點50分，開運天趣慶馬年，開運天趣慶馬年，馬約門庭迎春接福贊助，鴻福飲食集團 Bridal Woodmore Bell 特許代理商 Monster Mobile， 包師傅點心專門店，月滿園經典粵菜，翠園花廊 VC Banco 日韓買手店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CES Physio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。你有冇諗過喺生命裏邊所需要做嘅唔同選擇，都可以係經歷上天帶領嘅機會呢？嗰個算唔算係你第一個冒險啊？即係生命嘅。因為嗰個係我嘅決定，天主俾人嘅最大禮物就係自由意志啊嘛。咁嗰刻你真係用到呢個自由意志去決定。呢個星期愛常傳嘅飛一般冒險家奧 D 分享佢點樣喺生命裏邊嘅大小事上同天主同行。